大家好，我係阿偉，今次帶大家去食新加坡菜，我哋去響東港城嘅雞啊。平時比較少會食新加坡菜，呢一餐的確帶俾我驚喜。我點咗新加坡喇沙同老街咖喱麵，小食就點咗參巴醬燒豬頸肉、巴馬火腿葱燒餅，飲品就有凍青檸紅茶同埋美祿哥斯拉。首先上菜嘅係新加坡喇沙，成個喇沙有好多料，有靚過好多日本拉麵嘅溏心蛋、魚蛋、魚片絲、豆卜、兩隻蝦等。最正係佢個喇沙湯，夠濃郁，辣味夠，口感順滑，比我食過嘅喇沙湯底更出色。加上驚喜位係佢個麵係沁沁，即係有油麵加米粉兩種。平時我係唔中意食呢兩種麵，但佢呢個麵係好出色，尤其佢個米粉係爽口，加埋個喇沙湯一齊食，完全係超正。另外嘅老街咖喱麵，我淨係試咗佢個咖喱汁，麵同新加坡喇沙都係摻摻。佢個咖喱味同印度或者日本嘅唔同，佢個味道係有自己一套嘅獨特風格，佢冇印度咖喱嘅濃烈，亦比日式咖喱香濃，做到一個好平衡嘅味道。參巴醬燒豬頸肉中嘅參巴醬個味道幾特別，佢係當地嘅辣醬咁，但佢又唔算話太辣，而且好香口。點豬頸肉真係一流，加上佢個豬頸肉爽脆可口，一碟得果幾塊，真係唔係好夠喉。最後係巴馬火腿葱燒餅，呢個真心要俾個讚，完全係啱我個口味。第一係佢唔油膩，完全係乾身，味道上，葱餅鹹香味嘅比例係剛好，比較少食一個一般人覺得普通不過嘅菜式，都可以咁滿足。呢間算係我食過暫時係最好嘅喇沙。除此之外，店員嘅服務都非常出色有禮，係少數可以讚嘅服務。喜歡呢個 post 請 like 同 share 支持一下。